东应灯塔，伫国土上北边，差一脚步，若无签证，就算偷渡。但是东应灯塔实在无紧无去，走伫海岛，用一闪一逝的光自由来去，甲东海风岩打甲射去。百外当前，英国的设计师用10面的风格起造这道台湾的极光。即马花岗岩是东映的铁架，铁架顶的极光是战地上光荣的勋章。灯塔边徘徊以后，指挥海鹰滚动，一声一声海鹰的声哨，是灯塔上深的思念。我春秋去信，唱入片尾的，拢是阿兵哥思念台湾的心情。